歡喜在地銀行，這個在地新聞，鄉親啊，大家平安快樂。今仔日是新曆的6月17，舊曆的5月初3，禮拜三。後來新聞的頭一條，這個新北市邦橋關前東路的大新銀行，早起10點15分發生着搶案，一個男子拿着鉸刀衝入去銀行，威脅着行員把錢交出來。行員把錢交予搶匪了後，隨着偷偷啊通報警方，但是迄個搶匪摕到錢了後，並無馬上來離開，伊是坐佇個銀行的椅仔頂來等待，等警方趕到場，甲逮捕。你先趴地上。先趴地上，快。警方趕到現場，這個搶匪佫坐佇咧算錢。快點！走唄。好，員警壓制在地塗骹有真濟現金，這攏是伊倒位銀行搶來的。幾分鐘前，伊互監視器翕到講，伊過車路了後入去銀行化搶劫。警方接到消息了後，短短1分鐘就抓到人，被帶出銀行的時，伊的頭無砍。公然的搶劫還沒鎖牙，同時來威脅行員的鉸刀，攏是為附近的小吃店提。就這樣子走進來啊，問我說有沒有刀子啊，然後我就跟他說沒有，然後他就自己走進來一下看一下，然後就拿着剪刀。邊個銀行24個店面爾，嫌犯佇遮拿鉸刀了去銀行搶劫，早起10點15分，伊入去佇新北市邦橋區關前東路這間大新銀行。有很多人跑出來，然後警察就好幾台都衝過來這樣。涉案嫌犯當時拿鉸刀入去了後，對行員大話講要搶劫，要求因交錢。行員緊張啊，趕緊交予伊404200塊現金了後，偷偷啊甲警方通報。不過伊錢摕過手了後，這個袋仔關咧坐佇銀行椅仔頂伫算錢。警方接到消息1分鐘後，到位抓人，搶奪了這個銀行交付給客戶的現金，在還沒有帶離開銀行的現場，在整理的過程就被我們當場逮捕。這名50歲涉案嫌犯無透露，甲警方講伊欠所費，因為伊捌拿刀搶檳榔檔，互判刑。3天前又佫拿刀去搶店面，即馬又佫犯案。搶劫的時無互面無變裝，敢若紮一支鉸刀。警方雖抓到人，依然要追查敢有共犯。